東方日報 E07 副刊3屆五行弼方向與2015年12月3日3屆五行星座生肖預測運程踏入年底，全世界的人準備送舊迎新之際，也希望窺探自己來年的運程。最受歡迎的是12星座與12生肖運程預測。12星座由外國傳入華人社會，而12生肖則由華人社會輸出到世界各國。這兩大預測學的理論基礎大同小異，但同時都把人類分為12種。小異是星座把人類按出生日期分為12種，生肖則看出生年份分為12種，而兩者都確認12種人的基本性格，然後根據流年星象為這12種人繪畫星譜，再論述吉凶。本欄將在未來一段日子與各位分享新年的希望。先講12星座運程，再講12生肖運程。天象是全球共同享有的，西洋12星座的分配其實與中國農曆的24節氣掛鈎。春分交接的日子就是白羊座時區的開始，接着是谷雨金牛座、小滿雙子座、夏至巨蟹座、大暑獅子座、處暑處女座、秋分天秤座、霜降天蠍座、小雪人馬座、冬至山羊座、大寒水瓶座、雨水雙魚座。由於24節氣起止時區與太陽運行的黃道有關，有些年份可能會前後相差一天，但全世界絕大多數占星家為方便讀者，都把日期固定在一個日子。不過12星座運程預測只是大概，要更精確，需以具體出生日期、時間起星盤分析，就等於12生肖運程。要更精確，就要用出生年月日時算命。方向與